大家好，欢迎收看今日红龙独家提供便宜。从旧以来咧，流浪动物都係台灣社會當重要嘅議題。今日嘅兩出紀錄片都到流浪動物有關。第一出紀錄片咧，係睇年土壤嘅鏡頭向下流足球人對解決民眾投訴嘅問題。第二出紀錄片講嘅係世界點點付出照顧流浪狗、鳥嘅社球人、上游人。兩個主角佢哋嘅行為都係為到來改善台灣流浪狗鳥嘅處境。向下來了解佢哋嘅故事，接着來看今日嘅紀錄片。我一大早開門，他就把我放在提款機裡面呢，嚇死了！我以為是炸彈啊！你好，桃园市动保处。吕小姐，我们预计早上过去跟您接嘛，您稍等一下哦。您稍等一下。那个李小姐是吧？哎，你好，我等一下，差不多在9点。所以医师您要办？没有了啊，你有在的时候，我们再来把它处理。你看哪个会打架的，不要跟他在一起。叫一下司机，要不然应该是买早餐吧？限速的10公里，请放慢速度。它应该从这里可以进去的。那个拖拉车要拿下来，看一下是不是它是在底下。这个先把它关开。这一只东西现在很小吗？这样是啊。对啊。那好，没关系。那个妹妹你要小心哦，你要看到会先让你靠近哦。这样可以吗？来，你这样拉着，好，你过来这边，对，拉着。你小心啊！拉着就好，停住就好。乖。走。哎，放低一点。OK，这几个。接下来，过来。对，拉它轻轻的，这样头也掉了啦。哎，伸进来，好乖哦。哎，对，扣在这里，对，扣好。你还要吃哦？我不能吃哎。好啦，这样给它去咬，好，来。谢谢你们哈。好，你的啊。然后要回来之前，你应该今天会在的。好，今天就会回来了。对，今天下午晚上。OK， 好，谢谢你们哈，麻烦你。好，来赶。啊，对了。
什么年报呢？什么刘先生300公尺后左右转龙江路3段。是啊，他眼花嘛。追人有攻击倾向。那你这之前你不会追呢？那他不会啊，他看到人就跑掉了，然后我在追人。我们的据点到了。那你永泰又到了？到了啊，要不我停在这里走。你两个朋友一黄一黑刚走过啊？对啊，我有看到那黄的黑的。对啊，那你好朋友已经过去了。啊，我去会那两只狗。嗯。说抱也不实际啦，乱抱啊！现在还有10几只狗。有些人就看到狗都怕，那怕的话就抱，一定的。比如说这个狗，你骑着过去，它追习惯了，可是追习惯它不可能追你一个，报案的人就不是一个，所以我的经验是大部分都是说，你1个、2个、3个在报的时候，这个我就要严重了，一定要抓走，把它带走，要不然出了事情了，到时候真的很麻烦。台湾没有狗，骗人的。身为台湾人哦，没有踩到狗屎啊，都骗人啊！狗是真的蛮多的，但是这个状况啊，说实在啊，你说责任是谁的？坦白讲啊，都是我们政府单位。你完全推给政府单位也不对，可是他也是有责任的。可是我们这些民众啊，就是有一些心态不一样。你小狗的时候觉得很漂亮就想那个呢抱回来养，结果养大的时候不可爱了，完了都乱丢了。有何贵事？要跟你说话啊！那只母的是母狗，黄的是母狗，对，然后应该是最近在发情。然后那只黑的这几天才来有项圈，然后现在都黏着这只母狗。但到晚上的时候会有一群公狗，以及人家住户的狗放出来，都会围着那只母狗。一定的。对，然后那个他是说他上班时间会赶狗，但狗确实都在这边了。我知道。然后没有人固定位。那一栋大楼的警卫。对。我也想着那2只狗会去哪里？对，但是那只黑的确定是刚来，然后很黏。他有在用给它吃。你也知道哈。然后他是说他会赶啊。但是我觉得应该是还好，然后我跟他说我贴电线杆，警告一下，然后要立牌的话，你再打电话给我们动保处。他可以帮忙先绑起来这样，因为他有在弄给他吃，而且不止他用给他吃，但是那一栋大楼的人家也有人在喂，但是不知道哪一户，对不对？反正我就我先贴警告，然后我再顺道问他。你先沟通一下那一只母狗要不要进去结扎，我们也会帮忙他。至少结扎的部分，那就不会有公狗群聚的问题。对。
因为之前的身份是志工，礼拜六就是帮助动物，然后观念，然后跟志工的成员，其实也都聊共同的理念，就是帮助动物，但他们很难理解为什么我要去当捕犬员，然后就会有冲突。其实现在都有点疏于联络了啦。我希望从源头就能够去改变观念，在他们还没进来之前，如果我可以发现一只母狗，这个 case 的这只狗其实只需要结扎，它就可以留在当地的话，我觉得这只狗我自己自费，我觉得这都不是问题。我希望自己可以独立到这个程度，然后不会因为之前在收容所末端，你只能很无奈的接受它已经来到这边，可是我在前端的时候，我可以知道它发生的故事，然后我可以尝试找出能够帮助这只动物的人，然后给他正确的观念，这只动物就已经得到帮助了，其实未必会进到收容所。可是志工朋友很难去理解说，其实你在前端你需要更大的勇气，因为你要面对民众，面对那个地区的反抗，其实你需要很坚强。我觉得来这份工作比当志工还困难，因为你一心一意就是不想他们进去，可是你处理不好的结果是他们会进去，然后进去之后所有的争执啊，或是狗互咬，甚至咬到打架到致死，这可能都是我前面没有处理好的疏忽。其实自己也会很自责，因为你原本初意不是这样，可是因为你抵挡不了，对你必须照政策而走，其实是很困难的。几段？几号？17项。17项。完成。杀的母狗啊！都是母狗害人。那你不要娶老婆生小孩呀？我也没有说你人害人，我是母狗害人。母狗哪有害人？母狗害人啊，要不然怎么？你看到处都是母狗惹的祸。所以我们要努力把它们抓起来，不要给它生了啊！我找个人唔叫啊，我结扎。这个边。你好，我们桃园市动保处。嘿嘿，哎，大哥，您知道它活动的范围多大吗？就在这边，在这里而已啊，就很好抓。平常谁在喂它？好的，哥哥是不是？哎呀，我有东西我们就给它吃了。啊，它会不会很凶啊？不会。乖乖，那你摸得到它？就是摸不到。摸不到。嘿，好，没关系。因为我可能要先看到它的样子。拜拜。有名字啊？阿呆是公的。哦，他朋友是吗？拜拜。他就可能男朋友啊。还没出来，还没出来。还在里面啊？对，母的还在里面。拜拜。可以结扎，也可以跟他结号，公的也可以跟他结。就是要看主人，对，没主人，也都没主人的。那我们还是会建议，就是都要结扎，因为不然到你周围2公里之内有母狗发情，他们就离家出走，对，然后交配完就回不来喽，就是当地的流浪狗。阿呆，阿呆，你女朋友呢？宝贝啊，嗨呀，好漂亮，妹妹啊，是在这只也是流浪狗的，没有在这里，妹妹呀，那个，好，干了。对，好，那快点，来。没问题啊，阿那个直接收容它就好了嘛。啊？不行了，你这他是动保出来的。对呀，就没有。我们现在收容所都停收了，我们现在那个收容所都爆满了，停收哦。现在只能配合结扎。推给收容所不行啊。我们是人要骑都无再去骑。对啊，他现在跟我们结扎都已经谢天谢地了啊！你又叫收容所，收容所现在爆满。会较贵啊，阳光会较俗。
这个都是我们都免费哦，帮你载运等等都免费哦。对啦，这个是施工那个施工在做的。对。我们要协助，我们不是要推掉，推掉不行。但是有打麻醉的。我想说脚是怎么了？这是阿呆，你要感谢他们啊！阿呆爱他哦，小黑啊，男朋友。小黑，你要谢谢他们哦。那很久。可以给谁啊？狗？给谁啊？给谁啊？阿呆，你不用怕。那把它带结扎，没得生你们这些狗儿子，生了一大堆。没有人养。对呀。阿呆，出来！对。哦，还是哎，小心你老妹。出来！趁机现在。回去。哦，还是他比较聪明。老板就是老板啦，这个是大不会阿呆。让他追啊！来，出来，人家车子要开了啦，过来，过几天就会送回来了啦。过来。哪里哭哦？太痴情了。2天而已啊，阿呆。你以前做纸箱是做多久啊25年了，开始自己做工厂是应该27还是28岁，27、28嘛，来做到100年，90年还是90几年，90年、92年那个时候还没做。客户都跑到大陆去了，都移民了，我们当然就说了。后来我问人来了解说，哦，有这种缺，还去找，还去公所找，问一下说，什么状况啊，怎样？啊，可以进来嘛？啊，就是这样才进去。看买这个好，这个不要，这疫苗的。万一啊，一边吃一边骂，一边累，这样啊，疫苗的比较好。然后这个口味应该不一样。对啊，那给孙大吃哦。因为它松松的了。对啊。小孩子比较好。对不对？小孩子，他当然牙齿现在不大。有哎，王小姐，喂，王小姐吗？你有一只那个黄色的狗，你去年领出来了，又在那个圆环那边啊，那个很危险啊，那个公车的司机啊，一直抱，然后会被压死掉了。是。没有压死，我现在在我车上，
你那个不能再放在那边的啦。你现在要来领回，还是我帮你再进去，你再领要花钱哦。要绑在一段啊，不是啊？这个你要回里面，里面就好了，要回里面的，放里面。那你来抬的，哈，这个来抬哦。等下你去抬啦。他大没有个吃不他。不会，不会，他很乖啊，像这样那么可怜，又没有东西吃，你呢？就开始，他在那闹2天，然后爸呢都在那闹2天了。有人丢的吧？你那丢了，看就知道了，看就知道了，人家丢了，他饿了，肚子饿了，肚子饿了。那我就先顾一下，我礼拜3再带他结扎。这只没有结扎啊？没有啊，我那蛋蛋蛮大的。真的是哈，我上班虽然很闲，也不能这样子去弄事情给我做，好不好？你运气不好啊，就认识我。哎，真的是不信。对啊，你不信啊。真是不信哎。好了，认识你。反正没关系啊，我再几个月我就要退休了。真的假的？对啊，我到3月底就要退休了，所以明年3月底啊，找你麻烦了。明年3月底啊？对啊，然后还很久哎，换别人来讲。不要啦。保护处啊，我想要了解哈，这有狗无？哦，这狗叫偌济的，你看看。哦，我没看过。哇，哦，你看，哦，你看。啊，你刚才去上来一起，大家拢变讲若爱狗的人啊，就饲着看了，就好食，看了好食，愈生愈济哦。爱养啦，爱养啦。你嘛有狗囝嘛？哇，这米条我看无哦，真济哦。是哦。我那看40几条，你叫这些。遐济哦。哇。真歹吃。那边给你1张回圈，所以我们现在想要带这批狗去做结扎，然后我们也会跟里长联络，跟里长配合这样子，要不然这些狗也一直生也不是办法啦。对啊。嘿嘿嘿，那大哥帮我注意有没有人来喂食物，然后跟他说我们动保处现在做免费结扎，然后结扎完的狗我们一律都会放回来，我们不会让他们安乐。这样子，嘿，希望你能够找到一些人跟我们配合。对啊，最好是母乳的，全部把它结扎。对，我看母的占60%、70%哦，然后有好几只又怀孕哦，很快又生了，嘿。它一胎是8只啊，来。8只10只哈。对啊。好，大哥，谢谢您再帮我注意啦。尽量啦。嘿，谢谢姐姐，谢谢。那我再去拜访一下了，谢谢您。那我们现在都是统一做免费结扎，因为我们收容所今年在做改建，明年底才会盖好。那明年底盖好，其实收容总量也差不多1100只。我是觉得这些狗只要结扎是不用收容。是我们配合的话，都是一律要结合，因为我们不要重复抓，我们希望抓的是真正的问题犬以及未绝育的犬只。我们希望可以往这个方向去走啦。对，所以在减耳的部分其实是还对我们现在动保处在运作。就是识别流浪犬的一个部分是蛮重要的。那当然，我承认有些狗还是有些区域不是这一群，有些区域的狗确实会追车追人。那如果它的情况严重，我们才会进行捕捉。骑摩托车的人车上就会直接丢1包东西。哦。那他以后追车，他只要跑2步就有1包东西下来，他以后追越凶，东西丢越大包。有诱因。对。然后他之后就发现，只要前面车好像有挂东西，就是吃的，我就追他，他就丢下来。有，因为有很多爱妈就是挂了一个东西沿路丢的。所以狗是被养成的，然后尤其是它吃了这一口，它就会发现你还在那里啊，我要赶快追上你，我才有下一口。对，所以狗很多行为是被我们人养坏的。
因为狗你有很多事情其实没办法做，你其实是被限制住，你不能出远门超过24小时，因为他们12小时就要吃餐，顶多24小时就了不起了，所以根本不可能出去玩。所以我跟我男朋友几乎都没有出门，对我们几乎都是各自工作，然后下班就是休息，我们没过什么节日，就是在照顾他们，然后有牺牲啊。但是我觉得养他们也是满足自己的一点缺陷吧，因为我觉得我们人并不完美。家里可能重男轻女吧，比较没有被爱的感觉。然后长大之后也并不觉得自己在家庭里面是有被认同的。可是因为养他们，他们就是全心的相信你，然后爱你，所以我觉得这点是有点弥补我一直很缺陷被爱的那种感觉。所以才会觉得他们为什么这么重要。这个都是会谈的，这个就是啊，这个他们部落的点啊。对啊，你太太哪一个？这个部落的街道啊。你太太啊？对呀。哦，很年轻呢。有年轻吗？有啊，比你年轻啊。他是比较矮小，不是年轻啊。谁矮小？他女朋友。我看是太太还是女朋友？快点。这个，看在这。不是那一个，我知道是前面那一张。快点。坐在这里，站在这里。不是那一个，快点呐。这里啊。年轻哈。对，还蛮年轻的嘞。我很老啊。他是三星有幸呢。他是前辈子有点好烟呢，好香啊。喂，张小姐你好，我桃园市动保处中立车。我想请问一下哈，因为那个龙岗森林公园呐，又被民众写市政信箱投诉有8只狗会追车追人。再帮我问一下它的特征好不好？好啊，因为有太多只它形容的黑色了。好，太麻烦你了，知道，跟我联络。好，谢谢你哦，好，拜拜。那这样可以知道是哪一只狗吗？我哪知道？没关系啊，等下再回曹先生电话，看他几点下班。我已经算是里面不爱抓的，所以都会想办法撸民众。所谓的撸就是实事求是吧。我就是要特征啊，对啊，然后你方不方便到现场？现场我们直接指认。对啊，那如果你不方便，我只能说 OK， 我到现场我看到有一只黑色公的利耳朵，然后有一只塌耳朵或者什么的，我跟你说哪一只？然后如果你也模棱两可，我就再撸你，请您改天在这个时间点去公园的时候，那个可能带个手电筒，然后帮我们照下来，有没有出功课哦？但是我跟你说不会到了啦。对啊，我还跟他讲说你要带手电筒，因为很昏暗，你拍的照片我也看不到啊，所以我一定要清楚哦。这样等等的，你给他功课之后，麻烦的就不会了啦。他顶多告诉自己说我再也不要来了，不要来就不会碰到了嘛。可是我们是实事求是啊，我不要乱抓。真的手术过程中有什么变化，还是有风险。当然呀。对啊，还是会有。而且我跟你讲啊，是你们现在不懂不了解。那以前的人哦，如果有怀孕的话，
就是不能去动它。以前也是很多在杀很多的狗啊，不是一样，都是在杀。你看之前那个园长为什么会想不开，就是一直叫他去做那一些事情。那个简志成啊，对啊，那个时候就没有人想要去做那个安乐的问题，他留下来遗言就是这样啊。那你说呢？他也是很笨的，他干脆就辞职就好了。对不对？出来做助攻啊！他自己开业都可以啊。对呀、啊。他又是一个超级爱心医师，绝对是超多客人的。对呀、啊。可是他就自己想不开。所以他很笨，真的超笨。多少人会帮他？对啊。一定会啊！你一开店，大家都嘛帮忙。说真的，他如果没有死的话，他出来开了，我退休我会去帮他。哪有？我绝对帮他介绍客人。啊，我也会去帮他。对啊，免费的。店里面打工我都愿意哦。对，因为他人真的他超好。公务的话，当然他是很热心啊，真的啊，他马上哦，哇，搞破怎样，他用爆了，他弄。那私底下真的，我受伤过，这个我受伤过。他看到说啊，张大哥赶快来，坐下来，你不要动，我帮你擦药，帮你消毒，然后还拿那个消炎药给你吃，然后还打电话，哎，有没有好一点的呀？然后去了，马上就关心，你说车上的狗先不要下，就赶快先进来办公室帮你擦，这超热心的，而且他对那一些狗也是很有爱心，是这一点。真的没有人跟得上的，而且他真的他死了，真的实在要，而且他不是又是怎样死的哟，要是想不开的，讲到他真的心酸了，太可惜。玉龙，你不是早上练吗？今天早上刚好时间，你要去冲凉。我们这边我刚才给点点。3段481巷52号，2只狗哦，1只黑的，1只花的。好，另外一个来看一下哈，这个叫做追人有攻击倾向，中立区龙东里有3只中型犬，没有毛色哦。然后这个是城里长报的哦，对，龙东里城里长报的。
小咪呀，鸡小咪，小五弟呀，黄小咪，小菊。根本在外边的猫狗哈，要磨过2年的真的不多了。我上次有带一只那个小黄猫哈，它有腹水，然后它有加药，我可不可以麻烦你问那个周医师，说它腹水已经有消了，那如果这样拿药的话，消腹水的药要不要再加进去？好，去散步。哎呀，哎呀哈，哎呀，乖的。我希望它跟我们一样，有名有姓一样，有名字，不是那种很随随便便的。三宝、大宝。你知道吗？那个面店哈，它有一只小黄妈，那时候小黄妈在这边生好多只，然后这个修车厂有一只小白，这以前都是我遛狗的地方，或者是瑞祥国中，或者是五角国中。这是我家，等一下啊，你慢慢看。这皮皮是我人生中第一只狗，哥哥带来了，我就说好啊，那我养啊，就这样子养了人生第一只狗，养到自己讲真的快生了，然后我想说，人家就说不要有狗。那你还记得皮皮有什么事情？皮皮的什么事情呢？就任何你还记得？哇，30年前了，我好像很对不起他。因为该怎么讲，他后面有人养过他的，有3个人，他会离开，从小港离开那个家，他居然能够认得路回来。他刚好在转角的水果摊，水果摊还在。阿姨的是底下种走来走去，真的没有人要管他。我就问那个妹妹他们啊，我说是不是他们养的啊？他说不是啊，伊讲这可能人无爱去，还是招无去啊。我就在这里把他带走的，然后还跟他们要一个箱子。小猪，谢谢啊！那个疫苗，猫的疫苗，你再帮我问一下，好。那就撒给你一下，说圆满了。今天把咖啡带回去了。带咖啡上车下车搞不了。上车下车都还在。那真的是无意间才都走掉。可惜了，是个好孩子。姐夫在，爸，谢谢你，谢谢你。爸爸今天带你回家的时候，我都会偶尔都随时会拍啦，因为怕他们万一走掉，我才有可以看的。困了啊，爸比干嘛？豆豆，咪咪啊，咪咪。小虎，小丁，
因为我怕抱它哦，有时候会吃醋，我怕这样哈。二宝宝二宝宝他们比较年轻啊，看到300破脸，他就会跟过来。好，不可以。我有一张纸，罐头的纸，哪一只狗就是这样排了41只，猫咪几只，然后他们什么时候往生，我都有记录。所以目前这样5、6个都还在我的笼子上面，我用盒子放着，然后毛巾盖着。其实讲真的啦，是我自己有点自私，因为想说放着它，好像仿佛他们还在这边陪着我啊，如果入土了就没了。鸡小咪，小五弟呀、小菊呀、来，小菊来。这宝应该有，他很乖呀、太乖巧的孩子了，应该是这宝。再见了，他可以走，我们走。人不少嘅政策咧，你一项咧按多年，不过咧，了几年你面对流浪动物，你睇啲下嘅蛀虫 TNVR 收容老两容，当然係當到嘅，學校是唔想嘅學界動物，到底人不少嘅環境係咪真係做得實現咧？了知道你大家人向下來關心，了解你基本嘅紅龍度假幾咁便宜，你下擺見。